今日经文来到路加福音第20章27节到40节。好，找我到4节吼，27节到4节吼。咱这趣味的经文，咱有几个所在，当好来讨论一下，来思考看卖啊。耶稣伊的回答到底什么意思吼？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撒都该人吼，撒都该人是什么款的人吼？当个圣公是犹太人的一个教派了，其实不算是教派的一个嘛是族群吼，就是一种人吼，吼。伊来安尼解说吼，伊是由对贵族甲祭司、富商、吼有钱人吼所组织出来的一群人吼，因顺从罗马人的统治吼，遮个人呢是因为同款的社会地位、甲家族的背景吼，自己做伙吼。这是最重要的，他们的连结的原因哈。撒都该人哈，伊安那，伊敢若相信摩西五经哈，伊敢若相信有写出来哈，伊无爱相信口传的哈。口传的传统的犹太人就叫做米士拿哈，哈，就是譬如讲举一个咧。那10条诫讲，爱守安息日，一切工拢袂使做，这是写的，有写下来的，这个是有文字的律法，一切工拢袂使做，因的犹太人的传统就会去解说讲，那什么叫做工？一切工是指什么回？那个就是属于口传的部分。撒都该人他们不接纳口传的部分哈，所以因无相信天使，无相信有灵魂，无相信国外，爱先了解因这群人是这款的想法吼，较好都会当明白是安怎今日的经文会安尼来处理吼。伊讲有撒都该人吼，有撒都该人来问我。耶稣问耶稣一个问题，经文有讲，因遮个人是讲人无过我的吼，就是伊无相信人会过我，吼，所以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吼，问讲，有一个妇人人，吼，伊的兄死有某也无囝吼，伊的小弟就带伊的某。生囝来说接伊的兄吼，这是记载伫《申命记》第5章5到10节的规定吼。就是讲哥哥若死，哥哥若有带吼，死去无生囝，这个伊的弟弟就爱来带伊的某吼，生第一个囝爱算是哥哥的囝。我有讲清楚无？好，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各位兄弟，这款的规定的目的是什么？照父很温暖哈，照父寡妇，对不对？不过这是附加的哈，这是附加的，因无遐看重妇人人哈。这个时候，这个妇人人是个工具啊，它要干嘛用的？生小孩要干嘛？传宗接代吼，咱汉字，咱台湾人讲传宗接代吼，其实伫犹太人伊共款意思，毋过伊的讲法无共款。咱知影犹太人进迦南地，上帝赏赐因迦南地诚做因的产业，对无？一开始12支派，每一个支派就分派到不同的地方，每个支派再分每个家族，每个家族再分每一个家，所以土地是他们照支派。照家族，照每个家庭分的，这个土地就是你这个家族的，若到家无个生落咧，没有再生儿子会怎么办？这土地就
就没有人继承了，好，就没有人继承。好，所以这介重要。好，所以这个哥哥若无生囝，好，就过身，伊的弟弟来带伊的大嫂，好，伊的大嫂，生的第一个囝爱算哥哥的，好，这个撒都该人因这聪明的，好，就来了一个剧情，7个兄弟，哈。7个都娶同一个女生，然后都娶了就死了，好，材料的戏，所以我们通常台湾人讲这款虎林郎叫做什么？克夫哦，不是什么星吗？扫把星哦，有克夫哦，克了一家7个兄弟哈，哇，那这个7个兄弟都娶过这个虎林郎哈，这撒都该人盖聪明，你来讲哪是安内位哈？如果有复活这件代志，那有搁我这件代志吼，那搁我的时吼，这互你人是算得一人的无？哦，这个问题有搞无？厉害吧？好，是个难题呢。那有搁我的时吼，如果有复活，就乱了套了嘛，对不？就乱了哈。耶稣那个回答吼，耶稣是上高玩家的吼，都唔捌输过吼。伊讲这个世代的人吼，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有婚姻吼，有娶有嫁吼。耶稣意思是在讲安尼吼，讲有婚姻这个娶嫁吼，是在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人吼。所以这个《申命记》5章第50到第16这个规定，其实是咧延续家族、延续家庭。就是讲，你即马讲的这个规定，这个做法的目的是要延续家族、延续家庭。这个是因为伫咱这个世代是安尼，咱这个世代是安尼，这个只适用于这个世代。你即马咧问的是搁我，复活。耶稣讲耶稣讲那个非常有意义的讲法，伊讲。配得那是圣罪会堪得到迄个世界哈。如果是配得那个将临的世代is to come， 迄个世代不一样的世代哈，那个世代将临的那个世代，就是因犹太人咧天后的末世哈，迄个世代，迄款迄个人，迄种的人有资格。去迄个世代的迄个人，其实他说汉，可是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也是从西人中国外的这些人，其实是无安那，无娶嘛无嫁其实重点不是你讲遐个人无娶无嫁，是你讲迄个世代的人无需要安那，无需要延续家族。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是那个世代的人，无需要像咱这个世代的人，需要这个家族要一直延续下去因为你割话的不用延续下去了所以你即马讲这个规定伫迄个将临的世代是无意义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讲，你讲的是假议题啦。统独是真议题了不过你讲的是假议题，你不要拿假议题来给我乱就是讲你即马讲的这个规定本来就仅适用于这个世代这个世代，人若是搁我是永存的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是进入永恒的，无需要搁延续那个家族的概念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概念、想法、规则就都不一样了不过底加耶稣算是很厉害的第一阶段的问题也回答不过底加要讨论这个问题，到底耶稣是在讲啥？耶稣有讲以后迄个世代就是咱今麦在讲，我们把它想成上帝国，安尼好不以后迄个世代。是安怎吗？耶稣有安尼讲无？耶稣有没有讲以后那个世代会怎么样？
嗯，他说以后那个时代怎么样？没给穿嘛，是不是？是不是？说以后那个降临的时代，那个上帝国那个是没给穿。好，各位看这，我们要想清楚哦，这个逻辑上等于是耶稣跟他讲，迄个世代会安怎？伊无讲，迄个世代会安怎？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好，耶稣说那个世代无给传，所以等于耶稣没有说那个世代会怎么样。刚刚你讲无给传，安那样，听懂吗？好，不要以为说哦，所以你要想象哦，所以以后上天国我不是恁某，你不是我翁，咱拢安那无关呢？会不会跳去这样子？有没有可能跳去这样子？可是这不是耶稣的讲法。耶稣的意思跟他讲无给传，而且那个无给传是用《申命记》第5章5到10节在讲的那个功能而已，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其实耶稣并无伫这段经文甲咱介绍讲，伫上帝国以后会安怎？的迄个未来要临到迄个世代会安怎？没有，耶稣没有说会怎么样，耶稣只是告诉你，你唔通，好，这重点哈，各位看这，耶稣只是要告诉你，你不要用你现在的这个世代生命的经验去什么？去想象上帝国的神话，好，或是说用我们台湾人在讲的，去想象灵界的状态，好，咱台湾人安尼啊，咱民间的信仰也是咱的传统，人死爱甲烧啥？烧啥？烧金纸对无？惊伊安那？无钱通用，咱伫这个世界会当无钱未？哈，钱虽然不是万能，可是没有钱就怎么样？万万不能咱这惊无钱的所以哇咱的朋友亲人若过身咱想要干哪？烧钱烧足侪钱互伊用对不？这个就是用你这个此世的生活经验在干什么？在想象灵界的事物，所以不只是烧钱，还会烧啥？烧衫、烧厝，佮烧信用卡这较牛烧一个银行互伊好啦佮会烧迄个什么迄个 Mercedes Benz 啦佮还是要烧几个美女给他用，是不是俊男美女拢烧去各位看这，就是讲这是咱甲这个世代，咱是这个世上咱的生活的经验的想象，直接投射到灵界的事物直接投射到那个，伫咱基督教来讲的是上帝国的神话，这是非常不妥不合适的一个思维模式，因为其实圣经完全无讲到以后是什么款的情形，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基督徒咱虽然袂烧袂烧一寡物件落去可是我们会不会这样想？甚至于这圣经讲的话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所以你就开始想，今摆以后我伫上帝国一定做好嘢，你们会不会做好嘢？我们在这边，大家现在是不是大富翁以后我们都上天堂，每个都是王雪红对吧？王雪红不够了郭台铭像天使看下这耶稣在讲迄句话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不是真的，好像我们在提电都还有 account 都还有账号，然后那可以在那边存钱存财宝，不是。耶稣在讲迄个价值的问题咱是这个世上，咱是这个世上所做的代志，迄个价值，你是要用世界的价值，还是要用上帝国的价值来评估来盘算所以其实
并无圣经，即便是耶稣的启示，并无去讲到未来世代会变做安怎，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关于复活，会当对圣经所看到的一些蛛丝马迹，敢若知影讲，耶稣伊是一个个活的一个形体，显现伫伊的门徒面头前，对不？这是唯一的一个复活的例子。可能只能看到情况就是耶稣的相貌是改变的，对不？以前学生一开始拢安啦，都认不出来。不过相处一段时间，他们却怎么样？知影这类的是耶稣，所以基本上可能样貌有点一寡改变，不过啦，迄个性质、迄个特质、特质characters， 拢安啦，还保留诶。哇，这是介重要的代志，各位看这，就是讲咱个活的时，咱的生命的特质是保留的，就是讲你即马脾气做歹，你个活伫上帝国度啊，嘛是脾气做歹哦，所以即马最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怎么样？修炼我们的脾气这是我之前对我自己讲的啦好，所以我们对复活，我们对来世，但对上帝国其实没有清楚太多，没有太多的启示。可是有一点，我们不要做的，就是加耶稣的提醒，咱唔通去思考的方向，就是唔通把咱伫这个世上的对生命的经验，直接投射在上帝国。伊讲耶稣讲这袂哈，无共款，这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啦。当初一开始，当耶和华上帝创造阿东跟夏娃的时阵，他们会死吗？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们的创造，他们会不会死？不会啊。各位看这，哪不会？他们需不需要后代？想一下，这个没答案如果不会死，他们需不需要生孩子、后代？这是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你去想这个问题，再来回想现在这个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未来的那个上帝国时代，无婚无给，就不需要延续家庭的那个概念，是回到创世之前，回到创世之初的一开始的创造的情况就是不要再用我们现在这个想法去想象未来的世界去想象这会出错的会出错。经文没停你家，今天的经文没有停到这里。耶稣继续讲，耶稣这清楚因在问什么回？耶稣知道为什么这些撒都该人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因为他真的有点像现在有一些人想法说，人死如灯灭，就是死的无啊啦。撒都该人认为的是死的是无啊，因无相信个活不过伫遮耶稣特别跟因辩论啦而且耶稣用的是荆棘篇，上面荆棘篇就是出埃及记的3章2节，就是摩西伫山顶拄到耶和华上帝的时阵，摩西看到啥？气片在烧无毁坏的那一段经文耶和华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各位这。我们如果看我们的汉字这样写其实看不出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耶稣要讲有指明称呼主做亚伯拉罕的上帝，做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所以耶稣讲伊不是死人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这边提到说耶稣不是死人的
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上帝怎么可能会是不存在的人的上帝？其实这个从我们的汉字看不出它的蹊跷哦。伊的希伯来文的讲法，那翻这英文会直接说 "I am the Lord, I'm the God of Abraham"。好，这个在英文的文法是不对的啦，因为亚伯拉罕活了还是死了？死了的话，你会说 I am 还是 I was？ 好，你会说 I was the God of Abraham。好，你会这样讲才对。阿姆哥底迄个创世纪的那一篇的经文的时态来讲，耶和华上帝是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用现在式；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他都是用一样的现在式。阿姆哥这人拢已经哪？拢已经过去啊嘛。所以从他的时态看得出来，上帝在讲，你可以把它想成，我同时是他们这些人的上帝。好，这个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哦，我要今嘛压根是因的上帝。好，所以才会变成耶稣的论证才会最后两句的结论就是，讲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因为上帝在讲我是亚伯拉罕上帝的时阵，这个讲法是仿佛亚伯拉罕是安那，是还搁在活，是活的。不过恁知影亚伯拉罕已经死啊，所以如果他活，就一定是什么复活，好，一定是搁活。就是讲，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哈，对上帝来讲，人拢是活的。这个活是搁活的意思，是复活的意思。所以各位看这个是很奇怪的表达方式了哈。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哈，我们经过一个很重要的物理学家，叫做爱因斯坦。哈，我们对时间的概念哈有很多的有别于那旧时代的看法。哦，我们会有那种超时间的概念的看法。没有想到，其实圣经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奇怪的启示。哈，就是说，伊要甲你讲，这个上帝是已经死去的人的上帝。好，它呈现出这种超时空的概念。哈，下个礼拜的经文，嘟嘟啊赫是新约里面超时空的概念。好，下礼拜的经文有讲到，嘿嘿，先给恁批判一下哈。下礼拜的经文有讲到耶稣定死的时阵，边啊两个强盗对不？其实不是强盗，边啊两个叛乱犯。好，一个较歹，一个较歹，笑耶稣；一个较有认罪，吼讲耶稣是安那，无做啥物歹代志，无应该安尼定死一个。耶稣甲讲一句话，伊讲：今日你要与我怎么样？同在乐园。这句话就是超时空概念的话啊！我爱改水，我们回去想一个礼拜。我们下礼拜天再来解释这句话。耶稣说：“你今日要跟我同在乐园。”好，回到今天的经文，耶稣要讲的是，当耶和华上帝甲摩西介绍伊家己的时阵，伊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的时阵，表明伫耶和华上帝的眼光，这三人犹原安那搁活咧，仍然是活着的那种讲法。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启示。所以耶稣要告诉这些人，你们一直认为无搁活这件代志是唔对的。所以这些人是真正算是诚实，而且是有概念的。所以因咧讨论了的时阵，因有信任，所以有几个经学书啊，几个人讲，先生啊，你所讲的是好，因为因唔敢搁问伊什么。所以是有概念的才知道，不能再问下去了。知道耶稣这个回答已经超出他们可以想象。看下这个，伫遮的一直咧讲搁活，因无爱相信搁活。其实耶稣也间接的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撒都该人认为写下来当初的摩西五经才是真的上帝的话，伊无爱接受口传的律法。
他都讲的口传的律法叫做士美拿哈，就是犹太人的经典哈是这样分的。旧约的圣经叫做希伯来文圣经哈，你千万那个犹太人讲啊，恁的是旧约的圣经啊，我有新约的圣经。犹太人说我的为什么是旧约的圣经？我的叫希伯来圣经，安利在我哈，他们的希伯来文圣经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经典。另外一个仅次于希伯来文圣经的重要经典叫做塔木德，或是有人翻成他勒木，叫塔木德。这个塔木德里面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米士拿，好，到我下给米士拿。第二个部分叫格拉玛，这是在讲啥？塔木德就等于米士拿加格拉玛，那米士拿是什么？米士拿就是这边讲的口传的律法，是本来是口耳相传，没下了来，可是你这么拿块的米士拿，就表示他已经怎么样？写下来，是写下来的口传律法，你有够追不？好，这是米士拿。格拉玛是什么？格拉玛是在解释米士拿的一卷书啦。其实米士拿就已经有一点在解释希伯来文圣经了，然后格拉玛又在解释米士拿，就好像什么？咱不是咱因中讲的啥？四书集注是不是？是集注的是，他解释他又解释他，一样。所以犹太人上重要，一本是希伯来文圣经，第2名的就是他勒木，就是塔木德。这个塔木德的第一部分就是这个耶稣所讲的口传的圣经，米士拿。再加上格拉玛，就是解释口传的圣经。所以其实亚稣在跟这些撒都该人的对话，其实肯定了一个东西啊，就是不是只有原本的希伯来文圣经或是摩西五经才是上帝的话而已。耶稣等于是肯定了口传的部分也是什么？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犹太人比较是从口传的部分去建立讲复活的教义，加天使的教义的。可是亚稣偏偏他是从荆棘篇去论述，这个是属于什么？摩西五经的所以亚稣被人讲就是讲撒都该人，你们的信仰、你们的神学比较不好。就是说，你们以为恁俩这摩西五经内面无法度会当归纳出个哇天使这些教义，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对的。就像其他的犹太人，像法利赛人就接纳口传的传统。法利赛人像其他的犹太人，因会当伫其他的经典内面去归纳出这些的教义。所以基本上可以从这里来看，亚稣是接纳这些教义的，接纳这些经典的这个等于我今天讲到最后一个要讲的概念了到底什么是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是圣经？什么是圣经？什么是上帝的话？圣经被怎么样认为是上帝的话？这个圣经要怎么解释？在我做少年的时阵，20岁的时阵，我其实我真正20岁开始读圣经，20岁开始读圣经。那时候被教导先读4福音其中1卷就好，不然读4遍很累，对吧？先读4福音，选1卷就好。读完4福音赶快随便看完《使徒行传》，那他说那个不重要，这是以前的讲法了所以你要赶快进入什么？罗马书那是圣经中的什么？圣经然后就这样一路看把新约看完，把新约看完就没有看旧约了，因为旧约不重要。我什么时候把旧约看完？
是我去当儿童主日学老师的时候，因为要教儿童主日学，所以就慢慢的把旧约看完。看下这今嘛哪我要推荐人读圣经，你知我会讲为对开始读要从创世纪开始读你一定要从创世纪开始读。创世纪50章等于是大纲讲清楚上帝创造，讲清楚人跟上帝关系断裂，上帝救赎的方法。如果这个没有这个轮廓没有建立起来，你直接读后面你是搭不上的你可能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宗教道德伦理的书而已，你看不到整个救赎